何南来的医生呐？哎呦，请各位多多指教啦！或许今天应该看诊的客人应该会很多啦。护士小姐，我们准备叫号了哦。是。林梦琪律师。嗨。我今仔日要来问这个先生开这药啊，唔知开着啊，唔对啊。请坐，谢谢。先生，嘿，你开给我的药啊，我哪有暗时食呢？不过那也袂好嘞。啊？哪有可能？我开给你的药对你的病情是十分的有效呢。是哦。你有没有按时吃？有呢，我哪有暗时食呢？不过药哪会阁剩遮济？哎呦 ，Oh my god！ 护士小姐，你解释一下哈。你这位太太啊，你应该是听唔对啊。安尼哦。阮先生啊，就是讲按时是照三顿食，唔是当食暗时啊啦。无怪哦，你已经剩食一包，病情阁还袂好。你袂使怪阮先生哦，医术含慢啦。哎呦，老是啊！你先生讲话一个腔讲遐尼重，听也无啊！哎说啦，你无讲问我，阮当作你听有啦。哎呦，够老呢！我告诉你哦，你要按时吃哦，要多喝水哦。哈，食药要搁多喝水哦。唔是啦，阮先生是讲等伊吼，叫你多喝开水，唔是要叫你多喝水啦。哦是哦，唔是要多喝水啊！哎呦，够老实呢，讲也袂清。安说嘞，安说嘞。哎，好了，护士小姐再叫号了。下一位黄阿玉女士。哇，你来看我今仔穿啊这很水，我先生哦，我昨有来过啦，先生哦，得诊所先生真缘投呢。我甲恁讲哦，听讲佮还袂错呢，我今仔日吼是专叫要爬先生啦，所以甲阮斗即阵上水的拢先生，三少爷都嘛拢挂出来安尼。阿玉女士来这样子。哎，阮的先生等这久，等个拢肚骨去了。是。哎。你昨天不是有来吗？你今天为什么又来耶？是啊，先生。你掌柜的药吼，拢食一包都食袂落去安尼。为什么？是啊，你看我讲食药什么药效6小时啦。对。你也唔讲，人食一包少3分钟就吃袂落去安尼。Oh my god， 护士小姐，赶快解释一下。我要来专门要来问先生，我食的是安尼啦，咱以前有人食遐安尼食的啦。是哈。是啊。阿姨女士啊，你可能是听唔对，阮的先生吼是讲伊开的药啊，药效保持6小时。是叫你回去，一直笑，笑到天睛。是安尼哦，哦，你先生讲话听讲，遐人真重啦，互人听拢无。来，谢谢。哎呦，护士小姐，哈，你台语唔着爱练哦好，无是会出代志呢。sorry 啊，就对哦。护士小姐，我们再叫号了。好，金美兰小姐。来，较济。美丽的小姐。你哪里唔爽快嘞？来，我给你喷口罩来。我这边讲喷口罩嘞，护士小姐，你真正到鼻哥啦，你给我喷口罩呢？安尼哦，美丽小姐，免惊，遐济，来，我甲你讲吼，阮先生是讲，你挂口罩，但你的面拢暗落啦，唔只吼。讲要甲你喷口罩啦！哦，是安尼哦。对啊。会人惊一个。哎呦，前面的病人都说我口音很重，都误会了啦。我告诉你，美丽的小姐，你哪里唔爽快？跟我讲。
工咧扫啊。哦，啊嘛，头工咧听呢。哦，嘿啊，啊吼，佮流鼻水。哦，啊吼，啊规身躯拢唔爽快。哦，那么爽快啊！不要紧，医生给你把脉，听听你的心脏有没有棒棒跳，好不好？好安尼哦，好啊。来，护士小姐，开始了。美丽的小姐，你要深呼吸哦。哦。又来了，来深呼吸。哦，再一次。再一次才会比较正确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不要笑，我是认真的呢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是现在的肠病毒，你只是有一点点的感冒而已。感冒哦，你要多喝水啊，我嘛爱多喝水哦。不要常常跟别人去拍照。好安尼哦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。天气真好呢。带你出去外面吸一吸新鲜空气，好不好？安尼刚好。哎呦，先生啊，你有够猪哥呢！看到阮这个水小姐吼，就伫遐搞袂使，一直讲袂停。我看吼，恁两个若有介意吼，规气带出去啦！安尼好，刚好，安尼刚好，安尼刚好，安尼刚好。我快。恁拢无看到，我带你出去外面吸吸新鲜空气。走，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的。